啊，无排骨的啊！啊，既然已经到，你钱是无按算要还就对啊。唔是讲无要还啦，啊你装无你是听有无？装无钱就会当变还钱哦。来，甲你起来，我骹手一定要倒哦。等。不然，等一下，等下，爸，咱做无对甲你剁骹剁手，啊你一看，啊你拢袂反抗，你死的你！你也敢若讲你要冲过线，行5条线，你做啥物路无哈？ 无法度啦，欠人的钱无法度，负责人要安怎，对不对？搁再讲，要这条老命老价值20万，就算还袂歹啦。来啦，要投胎钱啊啦，紧啊来啦！阿爸，你哪安尼讲呢？什么安尼讲？我都有了无钱人害人，啊到这来就是负责人要安怎，负责人做安怎法度？ 5分啊线的排骨老大，讲真经，这款的情形，若要剁骹手，这款的我电影捌看，但是用现场我捌看。来剁。对啦，啊你敢就是要去红剁啊？当然啦，无人剁敢会煞，欠人的钱，啊阮囝搁唔插啊，对不对？啊只有是用剁的找笑嘛。阿棍啊，叫你剁你是无听，等阮囝面来就剁互伊看啦。家己熬好啊！来啦！一定要剁起来。来！免剁的，你敢真正残忍？20万娘娘的，都要甲阮老爸剁骹剁手，哈？你真正这个代志你做会落去？你是因囝吼，你钱若有才调，你就帮伊用；啊，若无才调，莫大天上徛边啊！啊，了好。我甲你讲啦，人个阿坤哦，早就甲你行情拢探听甲清清楚楚啊，即马干那吼，看你袂暗尔啦，袂唔阿坤啊，伊讲唔啦，唔都甲剁起来啊！哦，剁来。了好呢。好，我答应，我替阮老爸还你这钱。好，真好。既然你也答应啊，我阁予你2天的权限。2天以内你若无还我钱，我不但将恁老爸骹骨拢甲剁起来，我将恁小妹掠来卖。行。囝，等你雄答应啦，你要得赚较侪钱。5家，因一定是好家人，所以我今仔日吼，我决心啊，哥，你是要拍算要安怎？我决心要卖身救父。哦，我知，好，我会准备。我你今仔日就甲带来，无问题。好，就安尼吼。妈咪啊，什么人打电话来？啊，都地岛的迄个老板敲电话来，讲什么？倒回去因兜甲拜托，叫伊带来咱遮，当面要来甲咱讲亲情。丁总诶，啥款？我这个价无有好无？讲正经的大小姐，你有够够的，价无真好，真周密。也毋过我功劳嘛袂少呢。我熬请人啊，我请阿坤咧拍手有够厉害，我也甲害落了，大家拢安尼，好，随答应呢。我感觉还佫加偌济钱互伊咧。知啦，唐总的啊，你放心啦。这层亲情，你的功劳真大。以后我会包一个红包大大的，甲你说多谢。但事顶我就是等你这句啦。也毋过，我丁总，等你是安怎样啊？阮老母讲着要甲你说多谢，你煞起口。毋是啦，我本来吼想讲我佫抱落一点仔希望，结果即马倒来讲已经答应要来讲这个亲情，我希望就敢若水泡就咱破去啊！已经拢无啊啦，我的梦已经梦碎啊！我无梦。哇啦，唐总，我真正毋知影你即摆是咧靠倒一条地。你以后毋是讲你对我无兴趣，啊无你即摆是搁咧靠心酸的哦。对啦，迄表面上讲是讲安尼讲啦，也毋过是讲哦，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。好啦，唐总的啊，等阿勇的婚事若是办完了后吼，我会替你物色一个好的对象。报告董事长，你的好意吼，下官绝对甲你领受。但是讲正经的，下官心内早就有对象啊。你拄则毋咧靠假了？你早就有对象啊？遐尔啊神秘安尼，咱借问的吼，是倒一口罩的姑娘。Oh no speaking，暂时保密。待开始引来啊，快！妈咪啊，
啊，人家先来，我踮遮无好意思啦，我还是小闪撇一下啦。哎呦，无当看，今仔日佫会歹势啦。妈咪啊，莫安尼讲笑啦。好啦，当总来，你去开门。哇，欢迎来，大家请坐来。欢迎来，大家请坐。来请坐。哎，请坐。哎，多谢。请坐。当然嘛是要坐，啊无要顾菜啊。邓总诶，啊恁招待人去拢安尼招待哦，哈？啊桌顶空空，也无甲一杯仔茶安尼。对。哦，你的口语意思讲叫我添茶，互你啉哦，哈？当总啊无你的意思是爱我来去旁？不，当时我来干呢，下官做，这是下官的公业。对了，董事长，今仔日实在足难得的。对哦，都叫我遐摕拄啊，去找我啦。讲叫我就带本人来遮哦，甲你讲这个婚事的这代志啦。是安尼哦。倒的你都唔免甲遐无闲，有啥物代志吼？你甲老板讲一声，伊就来，都唔免你家己搁走一撮。请啉茶，退。讲实在啦，今仔日就是因为我有条件，所以我才本人来啦。讲正经的，多谢是，你有什么条件尽量开，我相信阮董事长绝对会答应。我跟你讲，对，对啊，看你有啥物条件，做你尽量开，讲我清楚，头下人较早做准备咧。你紧讲啊！买猪卖狗都爱主人开口。今仔日我互恁少闲的，但是我爱骗金。笑死人啊！我出世个头一摆听讲，全部人讲要爱骗钱。你敢有看你？你给人家管，你能够吗？你行吗？你可以吗？我被红椒，我被骗钱了，骗无死人！问题啦。倒呀。啊你骗金到底是要爱偌济？你做你讲。哦，若是关于这个骗金啊，免坐，安尼就好。哦，20万哦。 No，200万200万。200万。